你叫咩名啊？大波金，係喎，點得翻嚟㗎？抽獎抽中。香港有近400萬女性，當中大概有近2萬人係做雞嘅。有4萬蚊，相比10年前已經係100%嘅增幅。你叫咩名啊？我係葫蘆。爸爸，媽咪，男人有壓力咪叫雞咯，女人有壓力咪叫鴨咯。我的賺錢更辛苦，現在要逼遷人家來的髮型，我髮型打頭全就可以了。你看，你唔係好中意一個搞10個嘅咩？我要打10個。 Which means real ball, so organic。你以為？總之咪玉皇大帝第9個孫咁就得㗎啦。即係乜嘢啊？玉舊孫啊！而家仲邊有古惑仔㗎？高登巴打又大把，你真係今次多隻高登先啊！佢哋唔求對話㗎，即係有佢講就冇人講，我哋講下講下就好過癮㗎啦，佢哋。我嘅口號係為人民發聲。從不喜歡孤單一個。捽到乜嘅？俾佢哋搞我老婆咩？我幾係時有搞你老婆啊？一陣你就搞我老婆㗎啦！阿金，我真係好掛住你，我一諗起你，我就自然扯旗。哎呀！50變100，100變200，200變400，一路搭上去 ，double or laughing。